沐晨，你魔性发作了，要控制住自己。沐晨，你咬我吧，我宁愿被你杀死，或者被感染，变成像你一样的人，我心甘情愿。沐晨，沐晨，姐，你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只有打伤你，才能抑制住你的魔性。那个女人，我已经给她做了封印，她会忘掉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对不起，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啊？对不起，雨桐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没事，来。他连婴儿都杀，你还敢救他？我会治好他的。你只会说，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治好他的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研制出了变异人血清的配方，只是琪琪，我给他注入 XT 病毒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，我只能又给他注入了旷天师的红魔之力，他才苏醒。所以，他变成了混血变异人，而变异血清只对纯种变异人有效。爸，我求你收手吧。只要琪琪的力量足够强大，就能压制住魔性。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，放心吧，儿子。我不想你们任何人受伤，我该怎么做才好？赤焰，我有办法救你了。玲玲，你又咳血了。麦琪没事了吧？他的状况很不稳定，我暂时给他麻醉了，让他不能乱跑出去惹事。爸，我好痛苦，求求您让我注射 XT 病毒，让我成为白煞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让我的家人都变成乱杀人的怪物。我会想办法救你的，早点休息吧，啊。我等不及了，我要成为最强大的变异人。最强变异人，没错。要想成为最强大的变异人，就只能靠殷昊天和旷天师了。我看你是没戏了。不会的，旷天师这几年一直用自己的血液给他的孩子制作血清，力量已经削弱了很多。再加上现在沐晨魔性发作，还必须不断的输入能量来压制沐晨的魔性，他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虚弱了。旷天师的元丹力量会因为肉体的虚弱而变弱，或许我们还有一线机会。沐晨总是跟我说，我和他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只要能得到旷天师的力量，我不但可以成为变异人，可能比他还要更强大。龙溪，你要抱抱我。好啊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不过首先，我们要让事情变得更有趣一点。姐，你叫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麦琪变成那个样子，我很担心，所以想找你们商量一下。徐叔叔不是在开发变异血清吗？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万一麦琪再发疯，总是很麻烦。我也这么想的。嘉玲姐，
你体内的魔性越来越强，这段时间要好好休养。好的。他们追来了吗？只要他们踏入结界，就会被发现，到时候想跑也跑不了。姐，你在哪儿啊？姐，嘉玲姐，姐，你在哪里？那边有条路，走。走！救命啊！快点来救我！姐，姐，救命啊！快点来这里救我！走！这有结界。糟了，我们好像闯进变异人的老巢了。那怎么办？可以了。你们胆子够大的，竟敢闯入这里！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，我现在已经拥有了神器的力量。神器，神器岂是你一个小姑娘能够驾驭得了的？